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隐身山林间，背根梯田打造的民宿是卓明榜的桃花源。以前我们小时候放学是不用拖人家的啦，反正放学要就东跑西跑，然后闯门子。因为怀念儿时生活，干脆自己动手打造。卓明榜把工作和生活紧密相牵，梦想蓝图不是纸上谈兵。有的人嘴巴是讲，很少人去做了。我就真的去做了，因为我是在做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嘛。放弃园艺建筑本业，全家人投入民宿经营，理想是不让民众在这里走马看花。用民宿的角度去切入我们这个行业啊，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种乡村体验的一种工作，然后住宿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。我比较希望来这边还是游客能够跟我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。建筑恰如其分地融入自然环境，独特的房间设计，娱乐性大于实用性。我们放稻谷的谷仓嘛，我以前是放稻谷，我现在拿来给人家住。湖光山色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卓明榜逐梦而后圆梦，在群山怀抱中复制快乐。所以你营造的这个村落啊，空间有多大？有2000多平。2000多平。对。哇，色彩暗白，地方很大。对，隐蔽黑都总哈。隐蔽黑都总哈，因为是住在乡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完全用废弃的梯田依山而建。对，它等于是没有在耕作了啦，我把它活化起来。这里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新经济时代，休闲产业正当红。卓板在这个山间塑造的这个小村落，提供了山居生活的体验。他希望就此让大家认识、喜欢三义，而这也是活化地方旅游重要的关键。素彩暗白，隐蔽黑都总哈。素彩暗白，隐蔽黑都总哈。